新北市传出幼稚园甲囡仔饲药的事件，即马桃园嘛传出有托婴中心，那像是有苦毒囡仔的情形。有教保人员用铁布甲囡仔的喙搭起来，而且佫甲绑起来，限制因的行动。虽然这个当事人是已经离职啦，不过机关是要求讲爱重新去做调查，而且呼吁市府爱赶紧按监控系统，才会当互家长安心。桃园有议员伫咧 FB 铺文讲，中立一间公设民营的托儿中心传出虐待囡仔案件，有妈妈指控囡仔6个月大时阵，敢若互教保员用铁布甲喙封起来，骹手绑起来。到即马2年外，看到铁布也佫会惊，也佫伫咧做心理咨询。会很生气，会很愤怒，对，因为小朋友送去公托，然后还发生这种事情，就代表政府可能在审核老师的过程中，是不是没有那个很专业在挑选老师？在当时呢，该名教保员仅止于被要求写悔过书就结案。这些年，他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被轻放，而且发现孩子至今看到胶带都还是非常的害怕。同市议员黄庆辉讲，教保人员虽然已经离职，因故议员要求社会局重新调查、查明真相，并且主动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，减轻家长的负担。也希望市政府赶紧完成建立监视画面分段督准系统监控，让家长会当安心把囡仔送去托育中心。针对这个案件，我们会重新调阅当时的相关的记录来加以厘清。那如果事后调查确实有违反儿少权法的事项的话，那我们会按照儿少权法来进行裁处。针对这件109年托婴中心不当照顾案，社会局表示正重视，将会重新调查。若确实有违反抵消款法，将会处6万到60万的罚款，并且让公布行为人的姓名。也重申，托育人员应该以儿童最佳利益做优先的考虑，将会继续加强在职训练，强化幼儿照顾的技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